大家好，我係 Wally， 歡迎收聽籃球快訊。NBA 季後賽東岸最後一個名額將會於明早產生。呢場比賽將會由鷹隊主場迎戰熱火，雙方最近4次交手，熱火總共取得4勝2負嘅戰績。但考慮到鷹隊今場喺主場作賽，所以雙方必定不會輕易放棄。今次對決鹿死誰手，大家都係要拭目以待。鷹隊喺上場季後賽附加賽裏邊輸俾魔術，當中呢場比賽終歸要歸咎於佢哋嘅核心球員 Trae Young 手感欠佳，成為鷹隊最終敗北嘅關鍵因素。但係實際上面，除咗 Trae Young 之外，鷹隊大部分嘅球員都不在狀態之中，就好似今季嘅新秀狀元 Zachariah Lissacre 10射只係得2中，而 Terance Mann 更加係5射0中。對鷹隊引以為傲嘅3分，亦都完全失靈。如果鷹隊以上將嘅狀態面對今仗嘅熱火，鷹隊嘅前景實在不容樂觀。今仗鷹隊想要取得勝利嘅話，團隊嘅發揮相信至關重要，因為今仗熱火相信一定會死死糾纏 Trae Young 呢一位射手球員，而 Jalen Johnson 或者係 DeAndre Hunter 就成為咗今仗鷹隊嘅救命稻草。由此所見，鷹隊今仗點樣去利用團隊嘅發揮，係教練團隊需要去着重思考嘅一個問題。而喺熱火方面，上仗喺對陣公牛嘅時候，Tyler Herro 強勢嘅爆發，全場攞到最高嘅38分，係熱火取勝嘅最大功臣。當然，籃球係一種團體嘅運動， Andrew Wiggins 同埋 Bam Adebayo 等等嘅球員貢獻同樣不可或缺，尤其係 Bam Adebayo。整個賽季常規賽場均能夠貢獻18.1分、9.6個籃板以及4.3次助攻。佢喺內線嘅統治能力，無疑係今仗熱火取勝嘅重要關鍵。但係大家需要注意嘅係，熱火喺今個賽季2次作客挑戰鷹隊，都以失利告終。喺球員心理層面方面，無疑增添一點嘅壓力。今次更加係一場過嘅比賽，熱火必須要打醒12分精神，迎戰強陣嘅鷹隊。